立法會正審議有關規管網約車嘅細節，最快今年11月底咧就會向平台發牌，明年8月咧就會全面實施規管，解決過去超過10年嘅問題。等我同大家講下3個重點。第一，盡快規管，嚴打白牌車。網約車喺香港咧營運已經超過10年，而且咧越嚟越普遍，市民同旅客都常用。但法律上咧一直未能跟上。再唔立法咧，會令到白牌車更加猖狂，對乘客同埋道路使用者咧都構成安全隱患。今屆政府咧決心就規管網約車服務咧訂立清晰嘅法律同埋規例，處理多年嚟嘅爭議，對平台經營者、司機同埋市民咧都更加有保障。盡快起步，令到行業咧有法可依，跟住咧係嚴厲對付白牌車，令到市民咧更有保障。第二，發牌數量咧平衡各方考慮。日後再咧係動態評估同埋調整。立法後咧，政府首階段會發出1萬個牌，考慮咗市場嘅需求啦、交通承載力等嘅因素決定。我認為以一個穩妥嘅數量起步，對成個社會咧都係好，確保市民有選擇，同時咧係避免對整個交通工具嘅生態咧造成衝擊。更加重要嘅係咧，呢個數量唔係一成不變嘅，各方已經承諾會根據營運數據動態評估，適時檢視同埋調整。循序漸進咁樣發展，營造良性嘅競爭環境。第三，規管司機，保障乘客安全。乘客最關心嘅咧就係安全。而家網約車司機冇規管，將來網約車司機要經過考試啦，亦都一定要人車綁定，有監管嘅機制。到時司機咧係合資格受規管，平台亦都要咧確保有保險，乘客就可以更加安心。規管唔單止係保障乘客，亦都能夠提升司機嘅專業形象，令到行業咧更加受市民嘅信任。唔少人將網約車同埋的士放喺對立面，其實佢哋係互補共存嘅關係。政府推動立法咧，就係要以市民嘅安全為先，同埋咧出行方便。希望大家支持，讓網約車咧有序發展。請大家留言讚好同埋轉發，多謝大家。